It's like a miracle in the legend world of snowland. Equestrian performance group. When the moment King was enthroned, men in the snowland and horses became a legend. Every man longs to own a horse and become a hero. Horse raci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of traditional horse racing festival. 这是藏族最为喜爱、流传最广的体育运动。藏族的骑马术历史悠久，在传统的赛马活动中，来自琼州乃至宜宾的地区的赛马好手们，将会为人们带来精彩的马术表演。大不同的人气，大众的能家和他，你懂得情况，大家听说上面大众的眼睛是的。气势腾腾的格萨尔王骑兵方阵，代表着上中下3个领国和18个部落，即上领国塞巴8部落，中领国跟平6部落，下领国杜江4部落，为主的跟随格萨尔征战四方，除了养生英雄，一生强大骑兵。这些骑兵曾驰骋四方，对徐贵子民辉在传奇的事情。我不错了，那个保路当的，给中国大这4道地方和保路组同意的道德，因为3万起地，把还有王不错的，因为我就别的人有我，普通的也算大门的中立地方的农业，这个基本之后和保路组也要会。7月的草原流光溢彩，7月的草原灌溉着欢乐的笑声，居住在美江和远河的人们，开始在草原最美的季节。我是哪里这个？你妈的，好强！那不蒙古话的，这红的娘啊，你这个，人家不听话干嘛的？这是你妈他这个，你上来给我讲呢？看着，你妈开上那里了，上班可么做总理，阿爸做东结果了，但就妈给我弄的他家里没做过技能，但我阿可以不说，因为东西的妈干了哈看不忙的。但如果容易觉得的，东西部也上不起，难道